我喜歡儲錢，所以睇中醫我會睇政府嘅中醫。今日係解答常見問題。第一題，透過中醫診所預約，我可否選擇診症時間？用直接嘅説話嚟講，選擇權就係接受或者不接受。不接受就等下一個可預約嘅時間跳出嚟，直至到一個你配合到時間並且接納。第二條，政府資助中醫診所服務，我可否預約多過一次？答案係唔可以，每一次只可以預約一個診症時間。第三題，中醫門診服務有哪些服務呢？中醫門診服務係除咗中醫門診之外，仲有針灸同埋推拿服務嘅。不過就唔係每一個診所都有針灸或者推拿服務。想知道有冇嘅話，就要逐個診所 click 入去睇啦。下一條問題，如果我忘記預約嘅診症時間，可以去邊度查詢返呢？你可以打電話去查詢，你亦都可以喺手機應用程式上面去揾查詢功能。下一條問題，可以透過18區中醫診所更改我嘅預約嗎？答案係不可以，你可以取消，然之後再重新預約。下一條問題，假如我不能夠依時就診，我可以喺18區中醫診所手機應用程式取消預約嗎？係可以嘅，你可以喺程式裡面嘅查詢功能，用自己嘅身份證或者參考編號輸入資料就可以取消預約。而最多人問嘅問題呢，就係沒有香港身份證可以用18區中醫診所嘅服務嗎？答案呢係唔可以嘅。18區中醫診所嘅服務係專係為香港市民而設嘅。如果覺得短片有用，記得關注點讚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